2025玻璃特展南台湾的第一站，5号下午伫个新光三越台南中山店盛大来开幕。由着主办单位瑞雷德创新公司，甲着金星企业邀请侪间的赞助单位共同出席。连菲菲姐姐、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到场，甲着小朋友来互动。这是谁？他听不到，这是谁？玻璃跟谁？还有谁看到谁？用你的尖叫声！好，现在掌声来尖叫声！我们最后的小队长，好，哇，他自己在，你自己在开车哦，好，果然是要考驾照的哦，厉害。我们这一次是从9月6号到11月16号，在我们的星光3月的13楼这边，然后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然后还有沉浸式的游玩，可以开车，然后还有比较针对比较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可以有撸车。这次呢，在展览里面有非常多的互动元素哈，那还有不管是虚拟还有实体的各种互动元素，那意思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呢在玩中呢可以学习很多的一些我们救难的知识啊，还有一些急救知识。那把玻璃这个精神呢来带入给各个小朋友的心中那让他们呢能把这个意念呢来传达给大家这样子。这届的特展规划了真侪好耍又个刺激的游戏设施，有气垫的游戏区、撸车的迷宫、互动游戏区等，让小朋友伫个欢乐中来锻炼体能，成为真正的救援小英雄。开幕当天嘛，邀请将近100名的幼儿园小朋友到场同乐。由着德安生活文教基金会甲着大安药局来合作，实践台南的公益行动，帮助更侪在地囡仔。希望所有参加的小朋友，唔仅会用得到快乐，同时嘛会将救援的爱心甲着勇气来延续落去。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